年紀大咗，每次去醫院復診都好似打場仗咁，想叫阿妹陪我，又怕耽誤佢返工。直到阿妹喺手機度幫我買咗仁濟樂在家服務包，佢話今次有專業嘅人陪我，護理員阿欣一直陪我睇醫生，仲一路同我傾偈，呢種感覺就好似多咗個孫女。我先知道，原來阿妹幫我哋全家加入咗仁濟樂在家會員，一人入會，全家都可以共享權益同積分。而且我經常喺 WhatsApp 收到佢哋關心，唔係冷冰冰嘅廣告，係真心嘅問候。跟住佢哋發嚟嘅片，做下操，成個人都精神晒。之前消費儲落嘅積分啱啱好換到一次上門按摩，呢種越用越有着數嘅感覺真係好正。居家安老唔係一個人嘅事，仁濟樂在家令守護變得更簡單。